咱台湾的国片这题材是愈来愈丰富，愈来愈国际化。为着要鼓励这更较侪人去电影院来支持国片，原底16岁至22岁当使用的成年礼金，也就是文化币，那提去看国片使用350点，就会加送100点。文化部即马宣布讲，只要用200点看国片，就会加送100点。像是做票价，透早就有民众来踅街看电影。这几年台湾国片的题材是愈来愈多元，为着要让更较侪人行到戏院支持国片，文化部推出原本看国片，若是使用成年礼金350点，会送100点。为初10开始，文化部佮加码，只要使用200点看国片，就会使佮加送100点。因为我国片比较少看，通常都是朋友约我才会来看，不会特别为了优惠去那个，就是有想到用文化币消费，就会消费掉这样。一寡少年人表示，因为文化币的运用方式真多元，会使买册、看展览、艺文表演、电影等等，所以会根据家己的兴趣去做选择。我花在展览上面，展览跟买书。特别想要用文化币看电影。因为文化币可以用的电影好像都是国产的比较多，还是会看有没有兴趣。为着要鼓励青少年参加艺文活动，文化部表示，113年度文化币自1月20开始发到单，领人数达到122万人，超过8成。另外，文化币伫国片的消费市场也超过6500万。所讲的是，因为有配合国片的推动，吸引超过8.5万人入去戏院看国片，使用超过2880万。台湾这几年来国片的题材是愈来愈多元，亲像去年关系我甲鬼变做亲人迄件代志，甲冥婚甲同婚议题多元的元素变甲较趣味，票房就真好。今年国片《贵在之道》目前也摕到11项入围。另外，伫文化部网站顶悬，除了提供电影活动的资讯，也有设立国片专区，民众会使透过网站先看卖家己有兴趣的国片，等电影开始播的时，做伙行入戏院支持台湾国片。记者张嘉琪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